下晡，新北市发生民众去违规所在生水所堵水，消防警官去甲救出，造成2名警消在内，总共3人死亡。风台虽然走啊，不过中南部还阁落大雨，彰化丽水电中二林还阁伫淹水，台南到暗头还阁有48000外户无电通用。10天9暝旱工41号演习已开始，头一天先无去普适地带侵扰，这届国防部调动22000名后备军人投入演训。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初9AM新闻，我是嘉豪。讲到昨下晡呢，这新北市发生民众去到违规所在生水所来堵水，经消人员去甲救出，造成3人死亡，其中也包含2名消防人员。讲到这现阶段的消防能力、专业训练和制度，敢是有问题呢？也引起众人的讨论。几名基层消防员组织行政院头前抗议，诉求政府检讨消防制度，全面落实执行法，专职化消防职务。当行政院官员出面接定情书了后，煞爆发激烈冲突。不满情书了，关就是因为车尾消防接到堵水事故，派人坐船落水走找，也毋过船艇未堪哩错漏的水流突然冰船，那算做查甫人死亡，搁较造成2名警消。第37岁吴文石宣告死亡了后，36岁张敬谦也传来不幸的消息。脑部的缺氧的时间太久，所以就是在呼气器的部分的话，就也没有自发性的呼吸。后续还是决议说，撤除为生，让张先生好走。事故现场伫新北市新店公园桥下，水尾河段属于高风险水域，几啊位民众拢入去，算徛咧避船渡水，救援人员救援煞安尼不幸身亡。特色消防局表示，出勤人员全程有穿标准的装备，也受过专家错漏救生训练。不过第一线消防员讲，即摆的救援任务难度高，干那基础训练无一定有够。操作船艇是一件比较进阶的急流救生，那这一块的话，其实在我们现有消防员混杂的混编状态下，即使有少数的人，他也是散在各个分队，能够去的可能不一定是这方面专业的。这个涡流的产生之后，水是倒流到那个水花区的，所以人会被卷进去之后，穿救生衣反复浮上来，又卷下去。参与所救的警消来自5间分队，加至少5个人坐高架船，当下也只出动1只救生艇救援，引起消防人力不足，加欠 SOP 等讨论。不过消防局回应，为了争取黄金救援时间，指挥官将会先指派5个人组成第一梯次救援。警消同仁对危险水域的风险辨识跟应变，要不断去做强化。这件搜救被救除了民众为发生水之后，为消防人力专业训练敢是充足，即卖制度敢有欠点，拢引起关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民众伫咧风台天过后，走去违规的所在生水，所来堵水造成意外，所以也害到去甲救的消防人员共款堵水死亡。还佫一个技消呢，人伫咧家户病房抢救当中，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再去到行政院抗议，还要爱甲这消防人员入去职业安全卫生法的适用范围，也爱加入第三方的监督，也要求讲无共款的消防任务，就爱设无共款的专职单位来负责。全体出入都平安，三大任务要专责。兵团伫行政院门口抗议，发出诉求。新北市消防员堵水的意外，找到中岛，佮传出有来分队的张敬谦，经过抢救也是救无回来。目前当中2位消防队员不幸过身。另外1位死者吴文石，伊是高级救护员，也是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的会员代表。但为着消防员的安全风险，上街路抢击，嘛上电视甲民众防灾。即马伊说也正做这10年来40多位殉职消防人员之一。抗议的现场气氛悲伤，促进会批评现有的消防法根本就无法度全面保障，因要求行政院交消防员列入职业安全卫生法的适用范围，和制度受到第三方的监督，莫阁用消防人员是公务员无适用的理由来挡。把职业安全只有并入在消防法，第一个缺乏外部的监督，第二个没有职安医学专业的背景，第三个甚至有球员经裁判的状况。
另外，促进会嘛指出，消防队的工作非常复杂，包括有防火灾、抢救灾害，也有紧急救护三大任务。不过，其实消防员每一个人拢有无同专长，锁定红男子会去救灾。促进会要求无同任务要分别设立专职单位，针对促进会的诉求，行政院嘛派出代表来回应。国家常常把这样的制度问题卸责在基层的训练不足，但根本没有想过根本的原因是把这些专家摆错了位置。我们感到非常的难过跟遗憾。那针对今日的诉求，我们也会因为涉及到内政部跟劳动部的一个权责，有关于治安法的部分，我们也会转请内政部跟劳动。行政院代表出面表示，会甲消防员的诉求搁早登起来研究。这个会议嘛引起现场的冲突。促进会希望莫搁用人命来换制度的改革，希望政府要重视消防员的职业安全。记者卢昌珠、郑俊尧台北报道。虽然讲这个风台已经走啊，不过中南部有关伫咧落大雨。来看这彰化丽水的原入路伫咧淹水，也造成火车直接线停驶。田中、二林拢有车路伫咧做大水，啊那这溪州呢落大雨了后，规区田拢淹起来，车路也出现水墙。那讲到昨淹水的鹿港，今仔日是大家赶紧摒扫，无法度做生意。社区车道变做游泳池，地下室转予大水灌满。彰化部新这个社区居民只会当看水怨叹，内底家伙甲车辆全拢被复旧，一直讲真无奈。彰化埔心的一处社区呢，因为临近旁边的大排，而大排议题之后呢，又直接灌进去旁边的这个社区的地下室里哦。当时地下室都还没有设置防水闸门哦，因此造成里面的车辆以及民众的财产全部灭顶。来不及呀、就是先救车子，然后车子救完再救东西，根本来不及。它很快，我们这里像滞洪池一样，就全部满了，就往这边低洼地区这边流了。公所调来抽水机，真无简单将水抽干，也毋过地下室是拢怪怪，车辆电器全浸水，损失真惨重。也烦恼大雨无停，边仔的大牌搁溢流，灾害会搁继续扩大。另外，伫丽水乡也是落大雨，大水也搁搬过直接线铁轨路。土沙水将并高道引起，代替宣布直接线为丽水到原泉停驶，好使时间爱看状况来定。另外，原一路也是道路严重积水，也毋过所有一台轿车甲一台机车经过封锁路段，拄着土石流掉着，好佳在无人受伤。伫溪州大雨造成道田拢是水，道路竟然出现小水墙，看袂清田甲水沟的界线。田中镇山卡路也出现土沙水。沙顶流落来，流落来哈。往个坡遐拢流落来。落雨就安尼吗？落大雨真系。另外，伫二林大湾路一段大路也予大水淹过，所以임加半的莲台县目前只剩一线道边境通行，警员也赶紧疏导交通，找袂严重淹水的路港。公所赶紧请乌当地店家讲，真正是雨水임加惊。今天是比较没有像昨天一样那么有打雷之类的，比较恐怖一点。对，今天比较不是下雨，一直下雨，当然影响很大。台中同款出现淹水，包括沙拉雅的山电路、中南路等真侪路段，因为大雨下袂赴，淹水超过半个莲台县市区的台湾大道，甲乌日区、参西区拢有积水的情况。因为大雨无停，民众也是爱严加防备。公视新闻采访报道。风台过后，大家拢伫咧整理。台南到下晡5点为止呢，也阁有48000多户无电通用。这气温啊，水车无多胖，鱼也无开，算是真严重。国军含新北、桃园、高雄3个县市呢，在今仔日拢派出着机具含人力去支援台南，协助居民整理工。因为无电，铁门敢来当用救的，咸水到车到，也阁有6000多户失电。因为无电暗扫扫个熬翕，民众挡袂牢，干来当坐伫门口食中昼。无电啦，无电视啦，冰箱物件歹了了啦。将军区真出名的班机火这条路，电火条规拢倒去。台南有真侪电火条甲电缆去互放线断去，地区停电的客家要超过27万户。经过抢修，到下晡5点，还阁有48000多户无电。乾坤新的居民看家园受损，阁无水电通用，烦恼损失的扩大。还不知道怎么办，也没有工，自己可能也没有能力去清理这些。侪鱼仔冰冻，因为无电，北门的鱼温嘛无法度拍空气，地区真侪鱼仔死亡。业者干来当赶紧甲鱼仔护起来。东山区无电无水几啊天，消防队出动水车，后民众上来灌水。恁这几天状况拢安怎处理？状况因为嘛是接雨水啊。
但那是洪台伫台南造成严重的灾情，7股西寮里车寮因为海水倒击，规个大淹水，民众到当还阁伫整理家园，大量的废气无定伫徛街头前等待清温。受到迄天的情形，里长也是感觉真惊。海水就对啦，拢规人灌的啦。迄若阁差不多5分钟啦，加停留5分钟啦，哇，规村的人就死啊！国军斗3工，甲倒去的路树刷走。台南的灾情严重，真需要卡手救灾。国军派人去7股、3股里协助，新北、桃园甲高雄市政府嘛有派机具甲卡手去斗3工，协助清运粪扫甲长期的路树等等，希望赶紧让台南市民恢复正常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摆风台呢，这台南的溪北地区受灾真严重，亲像善化区区拢总150担的边啊，互风吹了了。管理员就讲，这尚无算是上百万，连北水灾也无遐严重。另外讲到这白河的公牛仓库厝顶也互风吹走，即摆加上失电，大家也烦恼讲这漆甲拢会变质。涂骹柜拢是青色铁片，一间一间的单位，拢总互这个风台但那是性格密密麻麻，酸等甲真惨重。这是善化区区，嘛就是较早咧买白牛的所在。因为1999年口蹄疫断开，后来才转型做参农业相关的市集，拢总210担，这回上少150担海去。管理员无奈讲，头盖则严重，损失估算上百万，因望政府通加减补贴，更较希望会当早日搬过甚至。100几家的损害。差不多6、700万，啊，希望中央哦，啊，甲市政府哦，会当甲调帮助。袂当讲安尼营业啊，人其他各地拢总无人看，拢安尼。爱叫，到帮忙看会当补助看，补助好，阮好过日个无，阮歹过日啦。目前台湾村西较有规模的牛鱼市集，分别伫咧北港、咸水甲善化。本只善化牛鱼便来开市，总是有真侪人来遮行打。这回天灾地处台南溪北如苍苍，目前也有3万户，也搁停电。另外伫白河遮有袂少公牛仓库嘛受损，加上大电也未恢复，因烦恼无电送风，也影响到牛蛙变质。那个冷藏桶熟放公牛。那个结构受损，风太大了，16、17级风，吹了2个小时。它里面存放一些公粮，然后现在没有电，然后屋顶都吹翻了，然后希望政府能够给我们一些补助。天灾无情，头一个风台产生真侪灾情，目前台南也有真侪所在电也未征收，因此西到包含新营、咸水、柳营等10个区拢停班停课，这住户是希望赶紧恢复家园。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今仔日下晡1点的时阵，全台湾也有要到10万户是无电通用，其中嘉义县有37000多户。有民众因为无电，这铁门无法度开，吊伫厝内面已经4天了。若讲到这基德市路鱼的算是真严重，渔民就批评讲，拢无官员来关心，也无人来修理电，甚至这县政府讲要来上班上课，认为是真不满。市路鱼的鱼粉啊，边仔铁厝台的工料是规个变甲外高刺出。鱼片落甲规涂骹，甚至有诶要卡伫电火条顶悬。渔民是心讲会倒，因为饲路鱼爱真正拍空气落，毋过因家己诶发电机全部拢伫伫工料下底。因为它直接倒掉，导致你有发电机也是被压坏，只能从外地调发电机来。设备坏去，都连在插油之外，要启动发电机，嘛爱靠人力来接，因为伫咧路顶还阁有铁片甲倒去诶电火条啊。一颗鱼粉啊，损失有甲几十万，甚至有诶是上百万。一直拢无长官来关心，台电嘛无来修复，这渔民是感觉真受气。好像就是弃婴一样，只是在旁边隔壁村庄作秀，我们呢，下一餐在哪里都不知道。风台电力的布地电也搁伫咧停电当中，有负责人因为电动铁门无法度开，吊伫咧厝里已经第4天，敢来当食泡面。吃什么？泡面有东西吃吗？嘛有人靠冰箱内底食的物件小经济的，有的所在虽然电已经来啊，毋过要是爱赶紧甲食的物件整理的，搁摕去冷冻。针对还搁咧停电，厝内还未平，县府煞无宣布停班停课，有的民众也是真不满。民生问题拢未解决，上课就解决就重要呀。当地里长嘛讲，一直拢等无人来斗3工。遮的冷冻户歹有够济啦，今仔第3工咯咧，大家要听回去，敢袂使去来拼海。未少县民去县长洪昭良的南面册楼话，表达因的不满，讲隔壁的台南无电就停班停课，家己无电是要上啥物班？搁较积极讲危机的处理真歹，
针对停电，馆长说是要全面搁讲一个。电线杆大概倒了700多根，那包括路树也倒塌得非常严重，所以我们现在都还积极的在做整个复原的作业。那我们希望大家共体时间。到下晡1点为止，嘉义县还阁有37000瓦户失电，台电厂商的团队也持续在打拼。不过，这届风台来，嘉义县的农损是真严重，到中昼为止已经超过6亿。全国农业的损失嘛要到16亿，目前统计损失金额上悬的是文泰油甲金蕉。记者综合报道。受到风台影响，这屏东嘉东外海的光电铺台呢，若去互这海涌线来到海边，甚至流去高雄的林园海边啊。县政府已经要求业者暂停施工，到今早起也是有2成的破架啊，也未清理好势。这嘉东居民是真生气，是因为这届风台，因才知影讲中央有能源计划设置者。怪手甲铺台拖到破海边，刷落来交互吊车吊到拖车面顶再走。这一座一座的铺台，拢是赫东环保科技公司伫嘉东外海进行的海上光电开发计划。铺台互风台拍到海边，屏东县政府原本限时业者48点钟内，爱将海坪面顶光电相关的物件摒清去。不过，县政府环保局下晡3点外到现场检查，表示业者也未清除好势，按照废弃物相关的规定，每一件罚6000块，按件来处罚。而且，赫东公司3个月内未使使用附近的水域。开除过程中受台风影响，导致未收回的浮台散落沿海，造成民众的不便。本公司向社会大众致上最新的建议，太阳能板部分，本公司已于6月下旬清运完毕。业者解说，目前犹算是开发阶段，并无放太阳能板。屏东县政府指出，这件是赫东公司执行经济部核定的离化太阳光电系统铺台技术开发计划，放伫嘉东乡甲枋寮乡外海大约3公里的所在。不过，当地居民拢讲，若毋是拄着风台，伊根本毋知影外海有这物件，甚至阁有高雄的民众发现铺台流到林园的渔港。啊嘛是经过这届风台讲起来，阮才会知讲，原来伊了有建设迄种物件，啊无我们哪会知影？如果人不要就是不要啊，因为如果处理不好，也是会造成海上的污染啊。海上污染，你看我们都是靠海为生的啊，养鱼的什么的啊，吃到最后还不是我们的肚子里面去。这是中央的政策啦，吼，阮公所嘛是爱尊重点名的指示，吼，其实一寡文也无经过公所啦，感觉这是较行不通啦，照你讲，这粒风台伫咱遮的时阵，也阁是侵台啊。居民对中央的政策无甲地方参详，拢表示不满，嘛惊讲影响到船仔的出入。经济部嘛表示，这是新的光电实验计划，太阳能板伫风台内进前就刷走啊。计划主要是要测试浮台伫海上的难度。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这几天啊，落大雨，这云林古坑的这个清水溪水头，因为沙石啊放落去，出现这崩山湖。水利署第4河川分署早起也去到现场了解情形，通报水保相关单位要特别注意，避免接近这溪边，会等天气较好寡才来拍通。落几日的雨，造成古坑、草岭川、窟窿山、土石震动，结果送起来崩山。清水溪下水头疑似塌造潭仔，民众赶紧通报水利署第4河川分署，查了后，清水溪桥水位明显下降，开始塌造潭仔，紧急通报下游单位。查询我们的那个水位站的一个监测的一个资料就发现，在清水溪桥的水位站的部分它在20分钟之内水位下降1.2公尺的一个情形。我们研判有淹涉物的一个发生的一个情势。由于大地震了后，到即阵得要26年是会造成即回个淹塞湖，因为迄个石头算讲是风化石，日头若拍落，伊就变风化去。即回落的雨嘛落袂少，才会造成。这回淹塞湖。第4河川分署表示，车到透早经过紧急会勘，因为放弃土石挡伫水道阻盖水流，但是并无完全挡掉咧。经过评估，无马上的危险，等待天气转好会进行疏运。另外，第6乡新庄仔的大排当年因为落大雨，水常常涨起来，互农民真艰苦。
差不多1个多小时哦，已经淹成一片汪洋了。啊，淹到最严重的，咱的农水就排不出去，啊，造成咱农民的损失。包括两岸的这个护岸的一个提高，但是这当中必须要土地的这个征收了哈。那当然，我们开过了几次的这个协调会，到目前为止，我们土地的这个同意书还没有完全达到共识啊。云林县府表示，新庄大排因为过去只要落大雨，就水涨起来，造成农损。目前中央已经同意800亿外，已经开来整治，但是因为土地征收等等问题也未施工，希望中央、地方甲农民做伙拍拼，完成同意书的签署，才当进行后续大排整治工作。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高雄前金区成功一路一条巷仔，车到中途因为这工地地基落落去，造成车路崩去，出现一个3米宽、2米深的窟窿，造成附近有500多户失电。工部局呢要求厂商停工，勘查确定无遂发生的危险性，目前先抢修民众的水含电。我到在伊咧咧围，啊无就坐落啊！哦，这偌紧呢！民众闭着相片讲，听到嘣一声走出来看，涂骹已经放一窟伫遐。无几分钟，相片内底2卡电筒也拢放落去窟内底。高雄前金成功一路361项的这大工地，中道因为连续壁落落去，造成边仔车路崩落2米深。那出来水管救登去，第一时间佫传出有加速味，消防局也紧急到场戒备。附近居民讲，顶几工都看到工地水一直淹出来，嘛唔知是不是甲这摆意外有关系。我出来啊看因就管咧围无啊，啊就叫人要入啊，唔能入啊，啊就回去咱就一直切落啊。因为自来水管断去，水一直灌出来的围坑地基，电筒损断也造成附近524户失电。干部局到场下令厂商先停工，也随通知台水台电做紧急处理。干部局讲，目前附近的住户甲道路安全拢无直接性的危险，已经要求厂商先做抢修，车到一定会将路面回填好势。自来水跟相关管线瓦斯管线这个部分都已经做一个断管。断管部分，那后续我们会紧急做一个回填。他从别的工地调那个联系地图，联系地图它就是有稳定域，稳定域，然后把它填完就稳定了。厂商时间无照报来，干部局开罚9万块，因为水甲电的管线受损严重。目前台水甲台电将会对巷仔的另外一头想办法订油管线，希望会当赶紧恢复民众的用水用电需求。记者郭家祖、柯朝阳、高雄场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社群平台宣布讲，会在台湾时间今中昼到暗时公布上无7个国家的关税协议，70饭店开始会通知国较侪国家。有专家是认为讲，这台美关税谈判的关键会在232条款的调查。那做咱的半导体等产业放扣重税，就会去影响到咱的经济。美国总统川普搁一摆发文宣布，会伫台湾时间7到中昼到暗时至少公布7个涉及无效的国家70透早开始，也要搁公布搁较侪国家。有专家认为，台湾无伫头一波关税公布名大中搁较好。代表也咧讲，也毋过谈判关键就伫232条款，因为调查范围包括台湾出口到美国的外八成。因为232调查，它是以国安的名义去做调查，比如说它针对半导体、针对 ICT 产品，那这一些现在目前对美都是零关税。一旦这些产品加征10%、15%甚至20%的关税，我认为影响就会非常的大。自从美国总统川普10月宣布对顶关税、各产业烦恼风扣税，拢赶伫就半年出回。财政部特别公布6月海关进出口无效统计出口533.2亿美金，创历年单月新高，比顶个月增加3.1%。以出口来看，台湾6月对美出口172.7亿美金，增幅达到90.9%，偏含包括主统甲实体产品、电子零组件甲机械。6月台湾主要国家出口，中国甲香港是145.54亿美金。美国达到172.7亿美金对美出口，规模超过中国甲香港。有学者烦恼，台湾对美出口金额悬，对台美关税谈判较不利。其他专家有无同的看法。这些拉货潮才会让我们的这个出口创新高，但是这个是短期的现象，也不是长期的情况。即便它有关切，那我们还是可以就是以目前这个情况来跟他做说明了。所以我并不认为这个跟谈判会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台湾还未受到关税通知单，市场出现无确定性。车到台股早盘开价，随后变暗上攻，卖上悬22437点，新台币对美金以29块控告开出，盘中卖29块1角1，变3分3。公视新闻采访报道。
10天9暝汉光41号演习今日开始，头一天呢，先无去铺设地带侵扰，所有港有军舰太平出动，中科院的会计专案攻击无人艇也出现。另外，航南杀手万江南也出现伫咧基隆港。这届国防部调动22000名后备军人特别应训，目的就是要恢复这后备部队的战力。国防部长郭立雄下晡也亲身视察。宜兰苏澳港口，军舰当咧进行战略的情报。汉光41号演习初到正式起稿，今年的规模有到9暝10日，创下历史上上长的时间。这个加重点放伫无剧本，毋过有架设的情形甲操演的内容。头一天针对中国铺设地带侵扰，要进行2级甲1级的加强戒备。海军的军舰太平做好紧急要出港的准备。真拄好的是，中科院会计专案的攻击无人艇嘛出现伫苏澳港，哪像咧测试。会计专案的一些无人艇，这一次也出港，推估应该是在进行相关的测试，用来辅助对应这种中高强度灰色地带的袭扰。伫基隆港的航南杀手万江南随时准备攻击。今年汉光演习为铺设地带侵扰，联合反定力9等到持久战演习，嘛结合实施台北、台中、台南的城市润色演习。外界解读。国军头一届模拟解放军顺利登岛，拍入来城市，要考验军民合作。国军需要后备部队，加做双备部队的靠山。今年动员22000的后备军人，负责驻守大桃园地区的陆军206旅，规个旅总动员，有要3000人投入演训。部长特别来帮教招的招员加油打气吗？国防部长郭立雄亲身视察14天新制的教调。关心敢是会当真紧恢复战力，教条的内容除了现在看到的基础、陆空逼跑训练，嘛真罕见加入战术的讨论。然后先把你们每一个人，你们这边总共一个班所有人的位置全部分配完之后，然后再去推，对，再去推每一个人他守的重要点在哪里。教条员为做伙讨论战术，画社交的图，确认家己防守的范围，完成兵力甲火力的配置。另外嘛，比较双臂部队纳入限制空间的战斗，和后备部队有城顶战作战的能力。这次教招的亮点之一就是演练限制空间战斗，由多名招员组成小队进入到这个狭窄的这个空间，考验他们如何分工合作，也符合现代战争所需。以前只有特战部队或现役部队才有的，比如说限制空间战斗呢，没想到说这一次呢，在招员的后备复训中也由教官来施教我觉得这部分来讲是有助于提升我们部队战力负责上课的班长，还有 EMT 员初级紧急医疗救护证照，现场演练正常救护，透过实战化的训练，强化后备部队的战力。记者综合报道。这月2日就是头一轮罢免立委的投票，这国民党唔拿出党这拿赢市长来宣讲，拿赢5席台北市的立委呢，13也要做势。那讲到民众党7月20条工经伫咧民进党的党中央头前宣讲，是要来反制罢免的。那讲到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在今仔日也分线，协助民间团体把这个罢免票吹出来。27日头一波国民党立委甲高虹安市长罢免案投票不到20天，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初稿开始，全民做公全台罢团，头一线来到台北市港务区，击向国民党立委李干秀。对于这些蓝营的立委们，是1-2个月的冲刺战，但是对于我们罢免提起的公民朋友，真的是已经大半年的马拉松。那我们会在最后的时候来调速、配速，达到原始设定的目标。李干秀办公室批评，台美经无谈判，也无明朗，以及中南部风台灾情严重时刻，民进党团是顺回伫变撕裂，以后有变经济，这是台湾的主流民意。国民党也唔敢大意放松，伫初稿的中常会是继续来建议反制这个大罢免的做法。我想我们一定是哀矜勿喜，不管这个民调是怎么样我想它永远都只是一个参考。那我想我们每一席都算是危险，那也算是安全。那主要的当然还是看待所有选民出来投票的意愿。这日选情冲刺，国民党除了罗章涵替三甲投入宣讲，国民党5席台北市立委13夜接受自视，和国民党甲民众党主要人士看区互选。民众党相关表示，袂置身事外，7月20条工选伫民进党中央头前来宣讲，替反罢免做功。民主进步党的柯建铭最新的力作。是直接下指导棋，指挥检调，726以后要用刑法100条来整肃在野党的立委，
让人听了不禁毛骨悚然啊！国民党、民进党、民众党各自党员也来进行网络传输大把遍无投票通知单，中选会也严正澄清是假信息，强调不论是选举罢免还是公投投票，拢会伫投票日2天前分送投票通知单，也用伫线顶查这投开票所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去年这新竹特北市也被健身教练替同事过2个囡仔，说甲这囡仔拍甲昏去。今年这放起诉了后，依300万交保限制自己。不过这个教练进前说是坐训练机走出去弃保监督，检方也查出讲逃走的过程有2个人甲伊斗3工，这个2个人呢也放起诉啊。替同事照顾囡仔反倒当涉嫌虐待细汉的姐弟啊！新竹县德北的健身教练叶典浩更加甲3岁查甫囡仔拍甲昏去送病院，放起诉了后交保300万块。不过今年3月开庭，又是人无出现，反映讲已经弃保走出去啊！检方查出不要人协助伊走路。挂水安无法抵家嘅叶典浩对新竹来到桃园，一路上有2人被判，一个人是伊的死亡的员工，唔来协助开车，甲人载到机场，也当场讲出兄弟保重，被认定是知影伊要逃走。另外一个人是伊的情侣朋友，对伊上飞机了后，结果家己返来台湾。涉犯刑法第164条第1项之使人隐匿罪嫌，于今日对王姓及杨姓被告提行公诉。无论是国宝集团的总裁朱国营，也是另一包鱼前负责人张文智，过来重大案件被告弃保逃走的状况真多。不过这摆甲以往无同，叶典浩大打坐无人机出境，就是因为敢若互限制自己，定期到派出所去报道就好，却是无科技的监控，也无互限制出境出海。我是无法理解为什么在这个案子里面。怎么会没有限制出境出海啊？如果你配合电子监控，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啊。你就算没有来报道，我也知道你现在在哪里啊。为了防挡这类问题，其实今年5月，刑法已经增订弃保监督罪。不过学者分析，虽然是比实际意义较大，重点应该更加放伫科技监控设备的使用。这是教练看涉平安，除了逃走避起来，邀人伫学校无法度教，换到民间继续去教。不要只以场地来划分，因为它会有学校。然后它有民间场馆，你如果用场地划分，就变得好像在学校发生的我才负责，然后在民间场馆发生就没有人可以负责。教练的状况罪衍生的争议也未少，对教练的无责任制度，到一再互批评的弃保逃走问题，各层面拢爱全面来强化防范。记者综合报道。休热期间，真侪学生囡仔会出来找头路。劳工团体发现讲，根据着这劳动部公布的劳动检查报告，少年劳工较侪一寡产业违反劳基法的比例却是上悬的。少年人若时阵是权益受到损害，也较唔知影安怎保护家己。劳工团体也呼吁政府就要加强学生的劳动教育。7月是真侪毕业生和少年人找工课的时阵。根据劳动部自2023年的统计资料，实施超过38000多场的劳检，有8000多件的厂商违法。其中少年人食头路比率上悬的批发零售业、旅宿业和餐饮业，违反劳基法的项目上多。民间团体少年权益促进会表示，真侪少年人伫工课场拄到权利受损害的时阵，较唔知影要安怎保护家己，呼吁政府要加强劳动教育。一些违法的使用，他们其实不知道如何保全自己的权益，应该要积极推动劳动教育促进法，在校园与职场当中建立系统性的劳动教育。另外，根据劳动部的资料，自2021年到今，因为无符合基本薪资条件，互人发的厂商有858件，其中保全业占24%。劳工团体表示，显示保全工课权益无受到重视，违法的比率高。过劳的状况嘛真严重，过劳造成的失能这4年大概有48例，结果保全占了18例，就是占了37%。然后过劳死更恐怖就是有这4年大概有67例，结果保全占了37例。针对这些密集违法比例很高的行业，应该是要去加重它的处罚啦。台湾劳工电线嘛呼吁政府除了制定上白工资法保护劳工的权益以外，嘛应该对违法比率高的产业加强劳检。不违法的厂商就要加强稽查，保障劳工的基本权益。记者桂宗林、林旭凯台北报道。但那是风台对家己登录这分家南顶县市真侪学校，因为风雨伤大出现灾情。真理大学台南校区校舍是如苍苍，那家己中正大学也因为这树倒落来乱七八糟，强要认袂出来。统计到初八，全台湾有554间学校和博物馆，因为这风台受到损害，初步估计损失的金额有到2亿6千万。
玻璃碎到规涂骹，天棚的光线也随落来，亲像世界末日场面。经理大厦台南校区，车塔受丹那些风台侵袭跑来如苍苍，行政人员无奈地走廊办公，就很辛苦，就在外面办公这样子。没办法。球场网架倒伫涂骹边的边影已经看袂出原来样貌，后来四季拢是倒起落树，估计损失至少1000万。那经理台南校区、台南大学附中也因为风台出现灾损，损失主要还是集中在校园的树木的部分。那学校因为农场比较辽阔，那围墙整个围篱都被吹倒了，所以目前的复原工作是继续要修理学校农场的部分。倒的木板本来是一个矮墙啊。插着矮墙树啊倒几片，较大丛的树甚至损害网架，铁片围树也风吹倒，但那些风台带来强风大雨，和嘉南地区不少学校拢出现灾害。家己中正大学也是灾情惨重，学生入到校园，拢讲起脚是家己来到亚马逊丛林。10秒怎么走？10秒怎么走？统计到七八为止，全台受灾校管所有554间，其中台南上济有172校，其次是嘉义县123校，第三是云林78校，估计总损失金额大约1.6亿元。国教署也已经都拨款这一个针对地方的一个紧急需求，然后在嘉义县拨了450万，台南市拨了450万，那嘉义市是180万。除了分嘉南地区，但那些风台过境了后，对流分系发展真旺，造成彰化出现第 N 市中港河、大河、溪湖镇的乌溪高小大淹水。国教署已经针对灾害中间启动紧急拨款，教育部承诺会赶紧审核，佮加地方政府合作，和学校量早恢复教学。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最近新地顶边溪这丙醇渡水加新北消防人员渡水，拢是发生伫咧白水区。这白水区呢，就是水冲落来所在。专家也提醒讲，因为这水冲落来看起来有真侪气泡，就是说就算有穿这救生衫，也无一定会浮起来。上好是唔通过去。民众除了爱有这自救的机卡、安全装备，判断水域环境敢有安全，这也是真重要的。好，我数到3就扔了，3。将囡仔举悬悬拼出去，互囡仔用自救机卡对水母球转做向天球，转来岸边。张景宏当期咧教水两个自救机卡，伊表示，这几年民众的安全意识有增加，较愿意来上这款课。不过，当年抓人也是有真侪人生水出意外。张景宏认为，要生水进前，除了爱有安全装备，嘛要了解会晓游水，甲会晓自救是无同款的代志。是如果你真的不小心掉到水里面的话，你要学会在一个踩不到底、没有蛙镜的情况下要怎么游泳。其实自救已经是你意外落水之后要能够撑到人家来救你的最后一环。抓人是生水的季节，最近袂少所在发生渡水的意外。根据消防署的统计，最近5年来平均逐年拢会有81个人发生渡水事故。上定出代志的都是溪边甲海边啊。最近新北消防员渡水是发生伫咧白水区，有专家表示，若看到水能这款白白有真侪泡的所在，就代表水能的泡力真细，就算讲有穿救生衣嘛，无一定泡会起来。伊甲水无共款，水是有浮力的，但是因为内底掺杂了足侪空气的时阵，你要浮起来是足困难的。啊，因为迄个区域吼，可能会有翻滚的流，会像洗衫机安尼夹。啊，所以你若直入迄个楼内底吼，你无一定是通成功的逃脱这个区域。台湾的水域有真侪种，无共地形的水域拢有无共风险。专家表示，干那禁止民众落水是无法度阻止悲剧发生，所以判断水域环境敢有安全的定性是真重要。专家呼吁应该要列入去学校教育内底，嘛建议民众若是去参加商业的水域活动，也要看敢有合格的救生员和教练，较有安全保障。记者卢尚如、郑准由台北报道。为了无爱让这车入去公园，这出入口会设闸车的闸，却造成坐轮椅的人无法度过。就民众团体表示讲，新北市有155个皮行闸，因认为拢爱拆掉，幸福伊无障碍空间。也呼吁国土署呢，就要制定标准。那国土署是答应讲会调整设计，或者坐轮椅的人也当出入。一般的民众经过闸车的起仔，拢是闪一个就过啊，无啥物特别的感觉。不过，若是对坐轮椅的人来讲，要过就真麻烦啊。佮较免讲是大型的电动轮椅，根本就无法度过去。拜三行政团体伫立法院提出诉求，因讲常常想要去河滨公园，就叫人挡伫外口，根本就无法度入去。很多的障碍者其实也会觉得说，像河滨公园这类
平平的一个场域，其实是很适合轮椅通行的。但是我们往往会碰到很多的路阻。目前全台湾上侪批行闸车起来的所在，就伫咧新北市。新北市府对108年开始，隆重设计170个闸车的起来。原本这寡起来是为着要防止机车甲汽车弄入去，后来因为设计无顾虑到障碍者的需求，引起民团和检察院的关注和纠正。后来虽然新北市政府有改进，不过改善进度收过慢，到今才拆掉10个月尔。民团要求各土司要有统一的标准，做出改善。新北市高滩管理处的天兵，他说可以过啊，因为他用了一个最小的一个小型的那个身障的轮椅，他当然可以穿果冻过去啊。但是我们这些都是这么高大的，怎么过啊？车主的部分其实。在道路上面有时候是必要之恶啦，因为摩托车它为了求方便，那它会直接骑上人行道去做转弯的这个动作。国土司表示，若是甲一寡所在闸车的起仔全面拆掉，恐惊违规的车辆会变多。不过，也有答应讲，政府未来会调整闸车起仔的设计，改善起仔的跨度和宽度，提供便利的无障碍环境。记者台选谢桂玲台北报道。去年4月初3，花莲大地震协助救灾的花莲县消防局苏救庆威尔森传出顶个月伫咧训练时阵无顺利对3楼滑落来，已经过往啊。照顾伊的队员也讲，为着要表示对伊的队属甲感谢，会改采纪念币。伫苏家党报道的陆续股来回，花莲县第数大队的苏救教威尔森，可以正来片啊！伫咧0403大地震的苏家党报道，这阵离咱被信由的一家伙仔过的人，不拢是正爱耍正古锥，大家拢正来听秀。蛮亲人的，也跟我们玩耍这样，蛮意外的。就是威尔森其实还蛮年轻的，而且前一阵子也有立功，然后就这样突然就意外，有点震惊的。威尔森出意外的原因是5月最即天伫咧队顶的大楼3楼自主训练时阵，因为闸门无关，摔喺涂骹内，和负责照顾伊的领导员正自责，这嘛已经调离开原单位。第一时间我们林权有先帮他做CPR 急救，然后但是那时候也是没有反应，然后赶快送医，但是到医院之后也是就宣告不治这样。那威尔森他之后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处置？请宠物礼仪，然后他是建议用水化的方式来处理这样。那之后我们会做一个我们搜救犬的纪念碑。今年3岁威尔森是捷克罗素狗，110年由民间关护花莲县搜救大队做搜救狗，112年通过国际 IRO 奖级认证，正式成为搜救狗。这边以外，花莲县消防局进行检讨，认为领导员确实有过失，已经做行政处分，记一个新界。伫即马队顶也阁有2只4岁外的拉布拉多狗 Fancy 甲 Hero， 也阁在找新的搜救狗，完成威尔森的任务。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台北的艋舺公园的改善工程今日动工，这基又要何去何从，引起外界注意。民间团体也指出讲，政府目前的安置措施也无够齐全，将有可能会造成基又继续流浪。社会局是回应讲，因会含卫福部参详，希望中央会当透过资源整合，和各县市做伙来改善基又四界流浪的问题。台北艋舺因为有龙山寺、信道的布施，长久以来艋舺公园拢会聚集真侪基友。不过，即马艋舺公园因为时间的关系，已经规片围起来啊。外界关心这基友要安怎？台北市社会处表示，有提出安置措施，亲像安排因带入去中途之家协助社处，或者是提供临时的大所在，另外嘛有协助基友登去挖户口的所在政策。那原来在公园周边也有11位街友夜宿，那经过我们多次的协助，那他有一些已经到我们的中途之家，有些已经租屋，那目前只剩4位，那我们会持续的追踪。不过民间团体表示，因为安置的地点有的所在较远，也无一定有做山工的机会，部分街友都无愿意接受安排。很多的所谓安置地点都是要到很远的地方，那么就会远离他们现在的生活圈，包括说他的工作的这个机会甚至于说有彼此照顾的人。另外，有民间团体认为，真侪基友都是因为伫原本的县市无法度生活，才会走来台北市。送得去户口地的做法是治标无治本。在那个地方，他根本没有可以接触他的能量，或者更核心这么说，在台北市之外，那个地方的社会局有没有协助无家者的能量，在很多其他县市是没有的。针对这个问题，台北市社会局回应，
因目前有和各地团体合作，提供无愿意离开的家友，先伫台北有安定的空间。社会局嘛呼吁中央编列预算来协助地方，甚至是通知各县市安置家友的资源，看家友的需求来协助家友。记者魏宗林、林晓凯台北报道。台湾头一摆举办 H2GP 轻龄模型车比赛，经过4点钟的耐力赛，落尾是高雄的中正高工学生，依照468年的成绩，摕到台湾站的冠军。8月底呢，会代表台湾去到德国参加总决赛。口令花类参赛12台模型车小姐出发，伫欧美国家已经举办10年的 H2GP 轻龄模型车比赛，今年是头摆来到台湾举行，用轻龄做动力，学生囡仔用1比10的比例对0开始打造模型车。比赛是4点钟的耐力赛，比看上走上一练。主办的高雄科技大学表示，这届比赛对象是高中生，是级数上悬的比赛，冠军会代表台湾去德国参加总决赛。在12年前，我带我的学生，我们去马来西亚比赛。得到了世界冠军，那一刻开始我就跟自己讲，我们应该要有这样的比赛扎根在我们的高中生身上。那这一刻等了12年。包括科学、技术、工程等等，这个轻龄模型车比赛正考验学生的知识。参赛队伍5个人，分做技师甲车手，因为比的是时间内看上走上一列。除了操作模型车的稳定性以外，也正考验后勤的维修甲电力的补给。比赛当中，定会看到车辆烧落损灯。中正高工老师讲，这时都要看学生安怎团队合作解决问题。借由这次的比赛的一些教具啊，或者是内容去做挑战跟尝试，去做改装，这样，那也很考验同学们现场就是临场反应跟沟通。学生用英语甲大会技术人员沟通排解问题。比赛考验的唔仅技术，也有语言能力。今年拢总有10间学校、12支队伍来参加。最后是由高雄的中正高工以468年的成绩摕到冠军。伫8月底会代表台湾去德国参加全国赛。记者柯家做柯兆勇高雄场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这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入境美国旅客对即马开始，伫机场安检的时阵，唔免搁再烫鞋啊。若种有需要进一步检查的时阵，就有可能赶快爱烫。这烫鞋啊检查是对2006年，或者情报单位认定伫咧2001年911事件了后，还有安全威胁的时阵，才开始施行的。入境美国经过机场安检门的时，旅客无过需要烫鞋检查。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这项无受欢迎的措施，就为即马开始废除。有旅客讲，这对因规家伙仔来讲是一项好消息，因为等待出来行动不便的时段，烫鞋检查了后，搁穿鞋，可能需要更较侪的协助，也用较长的时间。不过国土安全部也讲，若需要进一步的检查时，旅客也可能会向要求烫鞋，而且其他规定像烫配带、外套，各种笔电也是液体、银胶加喷雾类的用品，为随身的行李中提出的检查，一项也袂减。I'm excited about the fact that we have the big, beautiful bill that has been signed and put into law. That'll give us resources that we can continue to invest in new technologies. That gave us the opportunity to focus on exit lanes. 事实上，美国为2006年实施烫鞋检查，伫这项措施开始进前，也就是2001年发生911恐怖攻击事件的几个月了后，自称盖达组织成员的鞋炸大客，伫为巴黎飞去迈阿密的航班顶，想要引爆藏伫登山鞋内底大约10盎司、283.5公克的土制炸弹。好在在机组人员参其他乘客制服。飞行机是紧急降落，无发生危险的代志。也毋过，自从这个事件发生了后，美国的航空安检流程也愈来愈严格，包括实施面部辨识甲出示符合 Real ID 提悬身份识别标准的证明文件。伫911事件发生的2个月了后，美国成立运输安全局，规定12岁到75岁入境旅客拢爱烫鞋安检。替代方案是交纳5年$80代邮代票，2300块加伫预先安检计划，就会当事先通过审核，编辑烫鞋等规定。各位指示通道通关，加紧安检速度，也节省排队的时间。I only travel maybe once a year, so the fee didn't really make much sense for me. It's a nice change because I know sometimes that's the big holdup in the line is having to take off shoes and then people wanting to stop right there at the end and put their shoes back on. So I'm hopeful that maybe it will help with the flow of people through the security checkpoints.
免通的安检措施正宣布，就受到美国航空协会的大力支持。伫这宣布进前，美国的部分机场都已经实施啊。目前的无线查核配套方案也犹原存在。公司新闻新录播编译。有人用人工智慧去模仿美国国务卿鲁比奥的声，佮去喊这外国部长、国内官员直接。美国国务院表示讲，已经伫咧处理，也会想办法来改善网络安全。不过，因也强调讲，因为案件安全的理由，案件等咧调查，不方便对外说明。这是美国国务卿鲁比奥真人的声音，验过顶个月，互人用人工智慧所形成的声音假冒，想要联络3位外国部长级的人物，也有2位美国官员。上查报这个消息的华盛顿邮报，根据国务院一条7月初3发到所有外交家领事馆的电报，建议相关人员提醒外部的伙伴，提防假口造假网络骗子。国务院讲，因知影这件代志，有伫咧监控处理。When we think about the reports that have occurred, and the details that we would like to provide become problematic, obviously, when it comes to investigations and the nature of the actions that we're taking. The Secretary, great news is, of course, he is very transparent, quite transparent. And he's direct with everyone. 根据电报，当局正伫咧调查2件不法人士用电子邮件加通讯应用程式假造国务院人员的案件，其中一件就是假扮鲁比奥案件。Based on everything that I have heard, this was not a success. These were not successful attempts. No one was fooled by them, and so there was no damage done. But the concern is that as the technology gets better, and as the people who are doing this become more sophisticated. 怎么 AI 假冒会得到训练甲学习一直进步，以后有可能真正会对外交、经济、贸易，也个金融体系造成真正的损害。这并不是鲁比奥第一遍互人假冒，今年春天就人制作一段亲伪造的影片，内容是鲁比奥讲要这段对乌克兰青年卫星的网络服务，要让乌克兰出面澄清。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4度到30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4度到28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4度到28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1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5度到29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